现朗读易经正式。画卦始于太极，以见前讲。其所画八卦者，纯本太极，阴阳并行之象，即河洛五行九宫之图者也。太极之阴阳两仪，非同等同类各具一方者也，非首位不武者也，非分行不谋者也。其身也有序，化也有次，交也有多寡，行也有往复，一消一长，小正一生，非化然两节也，一盈一虚，中英对照乃合而有德者也。故自阴之始，至阴之中，阳之消，至阳之息，皆地位加减乘除，而象其气之上下往复，皆序为东南西北，而分其数为奇偶盈虚，故其名有等，位有极，类有大小，象有经纬，以成其变化，而该天地万物之始终者也。故两仪地分为四，四象地变为八，八卦于是成象矣。河之河洛亦恰同，河洛之图，由天地之数成五行，由五行之位变九宫，五行除中央，则忍四象；九宫除中央，则忍八卦也。中央者，太极也。八卦以中央为虚，故列八方而虚其中，实则中央太极人自在也。八卦之象，本于太极，合于河洛，而象天地万物之生成变化者，生成无尽，变化无穷。八卦之用亦无疑也。易传曰神无方，亦无体，此即指八卦之虚中位也。中位太极，元气周流，主之者神，行无定方。太极为体，八卦成用，太极既虚，故曰无体。此八卦既立之后，用其变化，而至无尽，虽曰无体。体见于用，由神之无方而无不在也。夫伏羲作卦之始，夫无文字，卦象即象形之字也，其命名也，即象物之名。故干三爻图谓乾，乾坤的乾，即天字，天之古文，即如干三爻图乾卦之象，象阳气之聚于上也。坤三爻图谓坤，象地，即的字，象的之形，的成于山水，其左为山，右为水，后人辨其状为地也。离三爻图谓离为火，即火字也。火为旁实中虚，如特殊图，后人辨为特殊图字，或作特殊图。人离三爻图象也。坎三爻图谓坎为水，即水字，象水之形，后人辨为特殊图。
地呀，天地天地。阴则偶，亦如之。而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，民阴阳必交互而后见其用也。所谓自然之理，自治至焉，不假人谓者也。是观八卦之名及其字，即可以知其数与气。其符合者，纯自然自在，非圣人所为也。八卦之气数，生化之所系，皆自四象来，如乾与兑，太阳也；坤与艮，太阴也；坎与巽，少阳也；离与震，少阴也。阴生阳，阳生阴，二气周流，循环无穷。其数则